係啦，呢封信趕住寄添㗎。喂 Nancy 啊，唔該你盡快同我打好佢啦嚇，1個鐘頭掂唔掂啊？以前就唔掂，不過而家公司買咗部中文終端機，唔使10分鐘就可以搞掂啦。呢部機真係快得咁出奇？你唔信啊？等我示範俾你睇下啦。呢部機嘅特點咧，就係用普通話、英文拼音嚟操作嘅。哦，咁咪即係鄭國語？冇錯啦。嗱，例如 D 嘅國語英文拼音咧就係 DE 啊，一生咧就係醫生。咁如果串錯咗個字，熒幕上就會顯示出嚟，即係拼音不妥啦。咁又的確幾快喎！比起舊式嘅中文打字機，哇幾千個字粒，淨係叫你揀，你有排揀啦。而家係咁樣串啱字就可以撳落去啦，真係快好多嚇！點止快啊，仲可以隨時加字或者減字添噃，刪改之後一樣係咁整齊嘅。嗱，當你打咗之後，發覺要修改下，咁啊可以隨意打上去嘅。譬如呢個水準嘅準字啦，我想改為水平，咁啊可以改咗佢嘅。不過有啲錯字唔係有心嘅噃，譬如有啲國語發音相同嘅，咁啊好亂龍。呢層你又唔使擔心，好似背景國語讀法就係背景，而北京嘅英文串法又係一樣。咁我哋係可以用小草代替常用詞，而大草就係國家名或者係人名啦。咁如果大家都係常用詞，咁又點發音啊？咁好易啫！嗱，呢度有咁多組常用詞，都係發音相同嘅，你可以選擇啱用嘅，然後先至輸入啊嘛。通常最常用嘅詞句都會擺喺最前嘅，咁咪方便好多咯。除此之外，仲可以有縮寫輸入功能添噃。縮寫啊？冇錯啦，例如啲字體長，而且又經常用嘅，咁啊可以將佢用簡單嘅英文字母代替咯。咁又可以慳翻好多功夫噃。不過咁噃，識得讀個字就冇問題啫。但係有好多漢字真係唔識讀噶噃，咁點算啊？查字典咯。不過呢本字典唔係普通嘅字典嚟㗎，而係出現喺熒幕上。只要你按照部首索引，好似查字典咁，一樣可以好快咁揾到你想知嗰個字嘅發音㗎啦。啊，估唔到世界嘅科技真係咁發達啊！你講錯啦，應該話香港嘅科技咁發達先啱。因為呢部中文終端機係香港一間電子廠花費咗3年嘅時間設計而成嘅。哦，乜原來我哋香港製成㗎？哈！雖然我啲國語係麻麻啫，不過我真係要講翻句，我愛香港啊！